家平安，咱做伙来吟诗，信诗115首，日日过定耶稣受定死。是日决定耶稣受定死，流出宝血洗我罪愆气，伊有给我赎罪功乐价，永更伊的名，永更伊的名，永更伊的名，伊有给我这受的加平，永更伊的名。我做个人耶稣拯救我，深深感谢伊的恩结大，为是你加献出伊的名，永更伊的名，永更伊的名，永更伊的名，伊有给我这上帝加平，永更伊的名。宝贝，我怎求我看你做？真只是人日基督生活，我心欢喜地求主来行，永更伊的名，永更伊的名，永更伊的名，伊有给我这上帝加平，永更伊的名。以西结书的第12章到14章，讲到5个遮的耶路撒冷的百姓要受了的信息。咱对第13章看到第3个，就是遮的虚假异象、虚假预言，是对假先知因所讲出来，要来受到上帝攻击。咱今日要继续来看14章，继续讲到第4个甲第5个，就是14章头前讲到遮拜假神的人，因安怎求、安怎问拢无利益。搁有14章的后面讲到有上帝通过饥荒、刀剑、野兽甲瘟疫，要来降临、来刑罚遮耶路撒冷的上帝，遮以色列人，总是上帝伫即个中间，犹原也有留怜悯。咱来看今日这段的圣经节第14章，有几个以色列人的长老来找我，坐伫我的面前。迄时上主对我讲：人主，遮个人的心转往偶像跋倒犯罪，我减通回应因的祈求。你着甲因讲，至悬的上主安尼讲：以色列人若心转往偶像跋倒犯罪，搁来找求先知，我上主要照因拜偶像的罪，甲因报应。我安尼做是要互因的心转往我，因为偶像互以色列人离开我，甲我疏远。伫第8章，咱有看到有几个长老来到伫以西结的面前，这是以西结第2摆看到异象的迄年，就是即个约雅斤受掠的第6年总是到今日咱的14章，搁遮个长老来到伊的面前，搁到20章的时阵嘛是第1集，咱嘛会看到搁有长老来到先知以西结的遮个面前。所以通过这3摆，咱当看到先知以西结伊所传达的信息，检采有时阵是袂当用喙直接来讲，爱用搬爱用演的。但是呢，煞会互人听到，另外嘛有长老来明白，特别伫第13章，咱有看见遮个假先知，上帝来责备，也是伫耶利米书对照的是27章、28章，迄当时有人来引诱西底家王来反叛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以来引起着即个假先知讲假平安的好诶消息预言，其实毋是出自上帝。所以咱看到第8章，这个长老来，因为上帝互伊伫异象中间对即个巴比伦带到耶路撒冷，
然后互伊看到伫即个上帝圣殿内面，遮个长老竟然捧香炉向遮个偶像来拜祈祷，然后了上帝生气，上帝因后要来离开耶路撒冷，所以因甚至来拜日头、拜东方出来的遮个太阳，这拢是脚骹踏相传，要搁拜敬拜上帝，搁要贪爱世间，搁要追求其他的神明的保护这是惹上帝生气。所以上帝伫遮讲，因安怎祈祷拢无效，上帝无可能安尼来听因的话，因为伊已经伫伊的心内底转即个偶像即个转向偶像，伫和本讲在心中设立偶像，就是即个偶像已经占掉伫因的心，即个偶像已经吸引着因的心，然后互遮个偶像，不管是虾米款的偶像，已经比上帝搁较要紧，比上帝搁较大咯。第60，所以你着甲以色列人讲，至高的上主安尼讲，着回头去杀恁的偶像，心离开所有通仰慕的事，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住伫因中间的外族人，若离开我，心转向偶像，明为互因跋倒的罪，才来先知才求问我上主要亲身报应伊，我要变面甲因作对，互伊诚侪人会感慨甲俏谈。我要对我的子民中甲因结出，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所以上帝嘛对遮个骹踏相传，表面上是敬畏上帝、敬拜上帝，心内底已经设立偶像、转向偶像、败坏来无爱听候主的，上帝就要用因刑罚。上帝伫第60讲，就爱回头，就爱回头。和本说回转吧，回转离开。这句话伫以西结书拢总有出现3摆，这是头今日14章第60是头一摆，第2摆是18章30节，佮第3摆是33章的第11节。以西结书的先知爱遮的人民，其实上帝意思就是爱因听到上帝真正的苦心，就是回头回转，就是倒转来。毋通搁叫偶像叫骗去，这才是上帝真正的心意。但是一直讲袂听，讲无效，上帝只好用管教教示的方式，来互因明白，虾米人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上帝就爱出动手，将因带走耶路撒冷，甚至互因受刑罚，安尼因才会醒起来，亲像即个浪子，就爱去到伫外口流浪的时阵，伊才真正想到厝内底老爸会听，对伊会好。第90，若有先知受威胁讲预言，准讲是我上主互伊受威胁，我嘛要伸手刑罚伊，甲伊对我的子民以色列人中间消灭，因着对家己的罪负责任。求问的人的刑罚，甲先知的刑罚相款，安尼以色列人才袂搁迷失离开我，袂搁犯罪，互家己受污染。伊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因的上帝，至高的上主，安尼宣告。通讲遮个假的先知安怎又共骗？为着顾巴肚，为着遮个食米，为着其他的理由。但是伫即个所在，上帝讲，凡是有诶先知讲白插，讲假好诶信息，就算讲是出自上帝，是上帝互伊向白去，但是上帝嘛是爱甲伊刑罚。所以袂当讲即个犹大去出卖耶稣，是上帝旨意，所以犹大免受刑罚。人受引诱，袂当讲是上帝甲我上帝甲我试探，是家己受威胁的。所以上帝袂掠伊做无罪，所以毋通讲若无我犯罪，上帝的救恩就袂当来完成。总是即个犯罪就是犯罪，上帝袂叫人去因为犯罪才来完成伊的救恩咯。所以上帝讲遮个人，不管是受引诱的，
还是去引诱别人的，还是才会假先知去上帝骂去的，有缘拢爱为着家己的罪来受刑罚。第11节，上帝讲，因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因的上帝。这句话是出埃及记19章，将摩西带这希伯来人出埃及到西奈旷野，在颁布10条诫进前，上帝就是用这句话来讲，因若遵守我的话，因要做我的子民，我也要做因的上帝。甚至伫耶利米书24章、31章、哥林多后书第6章，拢有同款的讲起。因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因的上帝，就是这个关系是无人会当来隔绝的，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来隔绝。所以上帝看虽望这百姓了上帝受气，但是上帝犹原对因是怜悯甲疼惜。12节，上主对我讲：恁主，若有一个国家犯罪背弃我，我要伸手切断因粮食的来源，互饥荒临到，人甲精神拢饿死。准讲那阿、但以理、约伯3个人拢住伫遐，因的正直敢若会当救因家己。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我若互野兽行透这个所在，四过吞踏，咬死住民，互地趴荒，互人毋敢对遐经过。我至悬的上主指我永远的活命日世，准讲迄3个人住伫遐，因嘛袂当救因的囝儿，因敢若会当救家己，土地犹原趴荒。对12节到最后23节，上帝讲到3个人4种的灾祸，甚至这4种的灾祸，是相时来出现，拢是要来教示管教耶路撒冷这背弃的子民。另外这3个人，就是这4个灾祸是包括饥荒、野兽、刀剑甲瘟疫。所以就算讲这4个灾祸一概一下做伙拢来。就算讲伫圣经中间，以色列人中间，上帝子民中间，才互上帝认做义人的，有这个那阿，有这个那阿是伫创世纪的上帝面前的完全的人，伊不但救伊全家，上帝也看伊做义。但以理，这个人甲以西结，但以理是头一摆受念，但是迄阵但以理足少年，可能只有16、17岁。以西结虽望是第二批才受念，但是以西结受念时阵，已经是25岁左右啊。所以以西结甲但以理两个人的年岁，可能差无几岁。所以但是嘛有人解经讲，这个但以理毋是但以理属迄个但以理，是个另外的但以理啊。但是若真正上帝搬遮出名的人，那但以理甲约伯，这其他圣经中间咱嘛毋捌看见过其他但以理，是遮尔啊出名，所有这个名搬出来，大家就拢熟悉啊。所以原来真有可能就是但以理属的这个但以理，虽望甲以西结两个时间年岁差不多，但是呢，上帝原来提起伊的名。因为但以理伊的这个智慧，甲上帝眷顾，伊救家己，救伊3个朋友，甚至咱旧年读但以理书嘛有看到，但以理嘛来救所有巴比伦这个智慧的人嘛得救。约伯是一个义人，结果受魔鬼的刺，总是伊通过刺的时阵，约伯我为3个朋友来祈祷，免得互上帝刑罚。所以就算讲这3个伫圣经中间，因拢会当救家己，会当救别人。但是上帝讲，到上帝的灾祸来时阵，这4个灾祸一概做伙拢来，饥荒、野兽、刀剑、瘟疫。上帝要讲的就是，因就算讲有遮的救星，有遮的英雄，有遮的大刀者，有遮的好人，有遮的义人，因只会当救家己，袂当救别人哦。咱继续看17节，也是我若互迄所在拄着战乱，人甲精神拢互刀剑刣死。我至悬的上主指我永远的活命日世，
就是迄3个人住伫遐，伊嘛袂当救因的囝儿，因敢若会当救家己。啊，是我发极大诶生气，互瘟疫伫迄所在流行，将人甲精神拢灭绝。虽然有那阿但以理约伯住伫遐，我至悬诶上主指我永远诶活命立誓，因嘛袂当救因家己诶囝，救因诶囝儿，因诶正直敢若会当救因家己。所以这段意思就讲，这个家己每一个人拢爱因为家己的罪，来向上帝来交涉，就算讲，有遮个义人，也是有人要亲像亚伯拉罕伫创世纪安尼来求，甲上帝发巴拉简，甲上帝求情，对50个、45个、40个、30个、20个、10个，安尼一直求，求甲上帝讲，就算讲剩3个。但是呢，虽然有3个义人伫遮，但是这义人只会当救家己啊，连家己的囝儿袂当救啊。主要是讲上帝刑罚是真严肃上帝的刑罚嘛是非常的这个愤怒。最后一段21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我若因战乱、饥荒、野兽、甲瘟疫这4种可怕的灾难，刑罚耶路撒冷，将人甲精神拢除灭，安尼岂毋是搁较严重？若有人活落来，将因的后生查某囝带来恁遮，恁看见因的所行所做，就会明白我安尼刑罚耶路撒冷是应该的。嘛为了解我所做，毋是无理由。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所以咱看掉就知影，原来上帝爱以色列对伫巴比伦遮的以色列人讲，上帝要伫耶路撒冷遐来行极大的毁坏，但是爱阁留一寡人落来，就是留一寡活口，遮个人就是爱来通风报信。若拢真正死了去，嘛无人知影耶路撒冷发生啥物代志，所以伫历史上，原来爱留一寡人留落来讲历史、写历史，用历史来警戒人，互人知影。所以咱看见讲，对第8章到14章一直看到即马，遮所不管是得到的异象预言，一部分是看到耶路撒冷发生的。但是是爱回过头来，互住伫巴比伦遮的以色列人，互因会当来明白了解上帝要安怎样来甲因重新起造一个新柔软的肉心，要安怎互因想出因新的灵，合伊的心，会当来遵行上帝的话，无搁受偶像、受遮假的先知的欺骗，是会当真正忠心实意。来敬拜上帝，尊叹上帝的话甲路。今日的经句选第14章的第6节，所以你着甲以色列人讲，至悬的上主安尼讲，着回头去杀恁的偶像，心离开所有通厌恶的事，回转吧，回转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离开一切可憎的事。这是上帝其实爱以色列真正讲的，嘛是上帝上期待，上帝毋是真正。一天到晚就是要甲人讲较真，上帝所爱就是人会当紧紧来离开伊的罪恶。今日这段圣经，互我的感受甲学习，就是上帝虽望真生气，这个人假先知拢找到以色列的面前，安尼来求问伊，但是心犹原卡搭相存。但是上帝生气的中间，犹原当看出伊的怜悯。所以彼得后书第3章第9节安尼讲，有人想讲主恩慈，伊家己答应要做的事，其实伊毋是得恩慈，是得容忍，无爱有人灭亡，爱逐个人拢悔改。上帝伊毋是得拖时间，上帝是互咱也有机会会当来改变，会当来离开遮个歹。甲离开遮个罪恶，今仔日互咱思想上帝话，嘛互咱会记得咱遮拄读了的撒母耳记、扫罗王伊的故事，
背叛，亲像行邪术是犯罪，自果亲像拜偶像是邪恶。因为你弃杀上主的话，伊嘛弃杀你，毋互你做王。这是上帝爱先知撒摩尼对扫罗王所讲的警告，也是互咱知影，即个拜偶像其实就是自果。行邪术就是背叛，伫心内底有比上帝搁较大、搁较悬的来取代上帝，这就是弃杀上主的话，就是会受到上帝的假释甲上帝的刑罚。今日是9月20号，2004年这个印尼是全世界穆斯林人口上介侪的国家，来举行头一摆的民选直选的总统，经过21年。2007年，台湾头一届用中华民国头一届用台湾的名义申请要加入联合国，但是这个案并无过，连这个议题嘛无摆入去。今日是拜六，咱伫上午9点半有这个 A2 的课程，下晡2点开始有这个 A1 的课程。愿上帝也来带领，互所有报名参加 A1、A2 的兄弟，拢会当伫即个中间得到造就，嘛，互因大家煞遮安排时间，拢会当好真顺序来完成遮个课程，甲遮个内容。今日嘛有青年牧区的招待训练，还是嘛有青年的礼拜，咱嘛继续为着今仔日甲明仔，咱要继续来学习即个电子的投票，会当顺序来祈祷。今日的祈祷就是求上帝救咱脱离迄个歹，求上帝互咱无受拄着刺，无受着遮个偶像，无来进入遮个试探，亲像约伯共款，互咱会当来伫主的面前，成做一个完全的义人，会当亲像但以理，会当亲像拿来行好，用公义伫主的面前得到主的感纳救咱家己。嘛会当救别人，咱来做伙来祈祷。亲爱主上帝，阮感谢你，阮为着阮伫即个世代中间拄着侪试探，也是遮个灾祸，也是遮个不公不义的事。主啊，阮搁较需要来倚靠上帝，来投靠主。主啊，也求你帮助阮，互阮的心会当有即个正直的心。互阮内面有信心的工课，互阮会当来画出一个耶稣基督的款式甲样相，互阮会当家己得救，也互阮身躯边四周围，阮的家庭、阮的囝儿，嘛会当来得到主你的救恩甲救赎，互阮一人得救，全家人得救。上帝，你无爱一个人，你无爱人拢沉沦，你爱逐个人拢悔改。也求主来帮助阮，互阮的心会当柔软，会当有悔改的心智，互阮时时刻刻谨慎踮伫主你的面头前。阮也将阮今日所有的组织、所有的上课、所有的礼拜甲时间，拢交托伫主你的手。愿上帝你亲自来带领引带，安尼祈祷恳求，都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咱来吟新诗215首，恳求天父无得赶我。
愿上主祝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施恩互你，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阿门。